Hello，大家好，又係我阿 Miu 啊，歡迎翻到嚟妙思遺言嘅頻道。今日又係新政遺言嘅系列，我哋好榮幸可以邀請到莫建榮議員去同我哋繼續講解下清水灣道35號聖約瑟安老院嘅重建項目最新情況。你好，阿 Miu。你好，就喺彩虹附近咧有一個大型嘅商住項目，就係聖約瑟安老院重建嘅地盤，係啦。咁佢就合共會興建5棟54層樓高嘅商住大樓嘅。咁預計咧今年就會發售㗎啦。咁應該出年咧就陸續就可以入伙啦。咁佢就有一個基座嘅商場會連接地鐵站同埋清水灣道。另一方面就有5棟摩天住宅啦，咁樣咁都係喺九龍東嚟講咧一個市區難得嘅一個大型嘅全新嘅商住項目應該提供大概5000個住宅單位左右。咁我想問下咧，佢嗰個發展項目嘅收購商就係九龍建業啦。咁但係佢哋喺好早期就已經係收購咗個地皮，但係經過個10幾20年到而家先係開始發展同埋落成個項目，係點解咧？係啦，其實呢個九龍建業咧，其實早20年前咧，差唔多啦，已經收購咗聖約瑟安老院同埋附近嘅一啲地皮㗎啦。咁就因為涉及更改土地用途轉為商住項目，係一個要補地價啦。地價咧就遲都未同政府係即係傾掂一個數目。據悉係2021年最後咧就接近100億嘅價錢就完成咗嗰個補地價嘅申請，而最近城規會批覆嘅即係單位落成嘅數量咧，亦都有增加嘅，可謂咧地盡其用咁樣即係至於咁耐先發展到呢個項目咧，咁其實好多居民都即係好希望早啲落成嘅，因為呢個項目落成之後咧，將有一個比較大啲嘅商場啦，同埋周邊嘅各方面嘅配套咧都有一個提升嘅。咁我想詳細問下啦，呢一個項目對於周邊嘅環境同埋交通將會有啲咩變化咧？佢其實個位置就處於彩虹地鐵站隔離，即係牛池灣街市側。附近咧好多條巴士線嘅。據悉咧，佢哋完成咗發展項目之餘咧，就會重置即係牛池灣街市附近嘅一啲巴士站啦。咁另外咧就喺地鐵站咧將會興建一條隧道去連接佢哋個商場嘅基座嘅。最大嘅益處咧就係呢個商場將會有升降機同埋電梯。可以上到8樓咁高，8樓之後就可以有一條天橋去到呢個彩雲一村彩虹徑近白鳳樓嘅地方。呢一帶彩雲一村嘅居民咧，將來就唔使搭小巴或者係踩嗰個長命斜路樓梯落嚟彩虹地鐵站啦，就可以經呢條天橋入去呢個商場，搭升降機或者電梯去到彩虹地鐵站嘅即係嗰個隧道度。另一方面咧，其實佢隔離咧亦都有一個東九龍環保捷運系統興建嘅彩虹東站呢個交通樞紐。將來呢個商場呢條天橋咧，亦都有一個位置可以行埋去呢個彩虹東站嘅月台度，將會四通八達十分之便捷。另外呢個項目喺個比較高層嘅位置咧，平定道嗰度咧，亦都有一個新嘅出入口，方便平定道或者豐盛街上面啲居民咧透過呢個商場啦、呢個項目啦，再去地鐵站或者其他地方咁樣所以呢個對周邊嘅交通或者係無障礙設施將會有好大嘅改善同埋提升。咁我想問下莫議員最關注嘅點係喺邊一度咧？即係對於呢個項目入邊。其實我哋講嘅頭先一啲天橋隧道咧，我哋即係第一就係歡迎佢做呢個工程啦。咁第二，我哋最關注嘅地方咧，就係佢開放嘅時間啦。因為我哋有啲唔係咁好嘅經驗，就係有一啲商場嘅電梯或者升降機佢做商場即係結束營業，可能11點咁就閂門。啲街坊咧就唔可以即係由地鐵站再經呢啲商場翻屋企咁樣
因為地鐵都收差唔多1點鐘，咁大家都知啦。咁所以我哋即係透過區議會啦，或者唔同嘅層面啦，同政府部門都講，發展局都講呢個項目咧，要求佢嗰條隧道，即係接駁地鐵站嗰條隧道，至少要喺開放到地鐵收車之後嘅十零分鐘，即係唔可以早過地鐵收車而即係 close 呢個隧道咁樣。咁另一方面，我哋都關注佢商場提供嘅電梯同埋升降機，可唔可以24小時全天候咁去運作，即係方便一啲夜晚翻嚟彩雲村或者平定道或者其他地方嘅居民咧咁樣。因為如果係24小時嘅話咧，咁一啲夜歸嘅人士咧都方便搭升降機啦，咁都要涉及可能一啲保險或者佢商場有冇閉路電視開放或者保安嘅問題，所以呢個要即係要協調啦，同埋要繼續去跟進好咯。咁希望佢起到呢個商住項目之餘，可以真正全天候咁可以方便到附近啲居民利用佢個商場嘅升降機電梯天橋同埋隧道咁嘅設施。將來喺呢一度會興建一個新嘅地鐵站出口，通往聖若瑟安老院重建地盤嘅基座就會係彩虹地鐵站嘅 D 出口。好啦，呢條片咧就差唔多啦，大家記得訂閱、分享同埋讚好，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